从三合院出发的一支即将溃散的家族队伍，他们彼此拉着手说“你卖照”，或者彼此就不再联络，或者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乡间路上走着走着，然后他们就走出了这一本贺新郎的选集。其实今年已经我写作的第10年了。我是在2010年那一年，我上台北念研究所，同时出了第一本作品，就是《花甲男孩》。所以其实，在10年经过的此时此刻，突然间很想要为自己的历程做一本自选的集子。那像是我们的开场的第一篇，其实是叫做《米奈在等》，他在花甲的时候也是第一篇作品。他在贺新郎的时候也是第一篇作品，那他就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自我介绍的一个开始。米奈家里藤其实是一个关于三合院的故事，是一个老阿嬷跟她的孙女跟孙子，生活在一个很安全的，好像备受保护的叫做大内的一个三合院的世界里面，过着快乐的生活，但是有非常多的潜在的不安的状态在骚动当中。这个故事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好玩，是因为其实他们3个人都在扮演着一个说故事跟听故事的人，而且他都并不确定说我现在讲出来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在期待那一个人是不是要回来，而也担心着你是不是明天又要走了，所以都听得假假的，说得假假的。可是其实有一个很强的那一种爱的那个力量，然后撑在那个下面，没有让那个世界给垮掉。在第2篇文章，我们排的是三合院灵光乍现。这篇文章基本上是由将近快10篇的文章构成的。它是我蛮习惯的写法，就是先开出一个楔子，然后以这个楔子再带出9到10篇的小故事，蛮像在做一个展览的样子。那这篇文章其实就很明显的放在米奈在等后面，它完全是连在一起的耶。当然，他们共同的交集就是我刚说的那个三合院。以及我刚刚说的，那姐姐的后来呢？弟弟的后来呢？那阿嬷还有没有更多的花絮可以让我们知道？我觉得其实我渐渐找到一个重新去看待自己跟自己原生故乡的方式。那这个方式连带的，其实也渐渐的让我摸索到了一套与文字共处的方法。与其说我在台北好像适应了这样子的环境，以及关于故乡的想象，那个乡愁更稀薄了，还不如说其实我找到一个书写的方法，去重新理解自己跟故乡的关系，念兹在兹的那种意象啊，比如说三合院嘛，然后比如说送葬队伍嘛，后来更完整的或者更有规模式的去写的那一些水果，其实渐渐的也提升出了另外一种文学的意涵。乃至于是曾文溪好了，是我几乎是不断的去重返的那一条溪流，后来都成为了一个文学的隐喻。那我好像是在复杂化跟更深刻化这个隐喻的内容。我觉得贺新郎这本选集对我来说，就是在思考文学还可以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。那我们眼前看到的这17篇文章，就是对于这个问题一个长长的答复。